咁大家好，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去介紹我嘅呢個粵語語字，即係都係我自己發明嘅一種文字。我要講點解我要做呢個國語字嘅呢個 program，同埋呢個國語字有咩作用，同埋點樣去寫呢種文字咧？咁樣呢個粵語字佢係一種使用拉丁化文字去書寫表音文字，佢可以用嚟去表示呢個廣東或者粵語各種地方嘅口音。國語字依家已經能夠去表達香港或者廣州嘅粵語口音、台山四邑嘅口音、欽州嘅口音、南寧嘅口音等等。國語字佢已經有咗呢個文字嘅功能，佢可好方便地去書寫同埋閱讀，亦都有記錄粵語音嘅呢個功能。然後呢個起源咧，我首先要講到呢個羅馬字嘅源。呢個台灣嘅同埋台灣叫做白話字，由越南叫國字，佢起源於幾百年前西方嘅傳教士嚟南洋東南亞地區，為咗南台灣當時仲未有自己文字嘅族群嘅，依然發明咗簡單而且美觀嘅拉丁化文字。越南嘅國語字為越南民族嘅建構起咗好大嘅作用，因為以前係有呢個國字，佢哋係完全寫呢種漢文或漢字，即係寫文言文嘅。呢個文言文對佢嚟講，佢都唔係一個口語嘅語言，就唔係佢哋講嘅呢個語言。如果佢寫佢哋本身講嘅呢種安南話嘅話，咁又好麻煩，因為安南話本身好多音喺呢個韓語入面係完全冇嘅，或者好字係根本唔係漢字嘅韓語嘅詞，咁佢哋要寫啲字嘅話，就用使啲其他嘅漢字去組合，然後造成一個新嘅字。咁樣寫嘅話，我冇任何規範，或者係咁樣寫嘅話，佢筆畫就好多，因為佢本身已經係用其他漢字再加埋一啲筆畫邊旁去表示一個新嘅詞語，咁佢書寫就會非常之複雜咁。然後呢個國語字嘅，即係呢個講翻呢個越南嘅國語字，即係佢有國語字之後，佢就方便越南人去傳達信息，而且喺越南嘅南北中都係通用一種文字去寫。即係如果冇種越南嘅國語字，佢都冇有呢個民族。然後呢個粵語嘅國語字佢嘅一個研發開始於公元2023年，當時係受到咗台灣同埋越南嘅羅字嘅呢個啟發。然後粵語字於公元2024年嘅秋天逐漸完成化並公之於眾。粵語國字係結合咗粵語嘅拼音、越南國語字、台灣嘅白話字，同埋香港嘅龍入面嘅英文名入面嘅拼寫。然後下一章呢個粵語字嘅發明嘅過程，我喺2023年嘅春天，我有咗呢個發明粵語國語字嘅呢個諗法，然後秋天我就整理咗第一份呢個粵語國語字羅馬化文字嘅表格。我喺2024年天，我用 Keyman 呢個軟件製作出咗第一份粵語國語字嘅輸入法，然後仲不斷整理去完成，因為有好多粵語嘅音喺越南話入面冇嘅，所以佢可能要即係用一個特別嘅輸入呢個軟件先至可以打出呢啲字。由我於2024年嘅11月我呢個 Instagram 嘅戶口開始去推廣粵語嘅國語字，又喺2025年嘅3月份，我對呢個國語字重新去修訂整理調整，成為咗一種能夠去表達全廣東話口音字嘅，而且我發明咗通用嘅日文嘅呢個粵語國語字，佢減低咗粵語同音字同埋唔同口音對閱讀嘅影響。即係我以前發明嘅一個
頭先個部分可能佢寫廣州音或者香港音口音先至能夠寫或者係先至能夠讀，而依家嘅呢種粵國語字嘅口音，呢個係對所有嘅口音都係可以去寫或者係去讀嘅。嗯，我點解我要去推廣呢個粵語嘅國語字咧？因為我要俾廣東話一種容易學、容易睇嘅文字系統同埋一種新嘅記音嘅方式，然後幫助全球嘅呢個粵語嘅教育，然後幫助粵語嘅傳承同埋發展。然後國語字佢作為一種好獨特嘅一種文字，佢能夠激發廣東話或者粵語使用者之間嘅一種身份認同。又點解佢係容易寫、容易睇？因為佢話依家嘅呢個廣東話主要係用漢字去寫，咁呢個漢字主要都係用呢種中文或者漢語入面有嘅呢種漢字，佢通過一啲組合，然後或者係新嘅造字，佢發明出一啲新嘅字，譬如話呢個機好似嘅計，佢本身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字，佢就唔係好容易寫，而且呢啲漢字都冇好大嘅呢個規律，都係每一個都要去自己去記，而且呢啲漢字大部分同普通話嘅漢字係一樣嘅，即係佢唔係同日文嘅漢字，佢係唔同寫法唔同碼嘅，佢雖然睇到差唔多，但係其實佢係根本就係唔同嘅。呢種語字能夠去幫助呢個語嘅教育，因為呢種字係用寫嘅，所以佢就我去睇呢種標準方式去表示咁話嘅發音。呢種語字，因為你要識廣東話，而且要識呢種字先至能夠去寫去讀，所以佢能夠去與使用者之間呢種身份認同，然後佢能夠發展出新嘅呢種語字嘅文化，去推動與使用者之間呢種身份認同建立嘅運動，而且能夠幫助語國嘅使用者同其他已經使用羅馬字嘅呢啲國家去做，台灣啊、越南啊呢啲。然後呢個就我已經講咗，即係語國語係一種好高效率，而且容易學，而且使用好靈活嘅一種文字。點解咁講？因為語字佢本身係一種字母去拼寫嘅文字，佢唔係一種用單對個漢字去串嘅文字，即單對漢字去試每字嘅每一個發音嘅一個文字，所以佢要串字就好容易去串。每次譬如話你而家打話用搓鍵盤去打，就要使好多嘅之前去學打字就要好耐。然後呢個漢字嘅學習，佢至少要使2年時間去學。學寫就要學1-2年，然後學打字我依家都唔一定係好識打槍傑啊、筆畫呢啲，都係要記好多呢種即係去硬記，好似都冇好好嘅辦法去學漢語，而且學嘅過程去容易去造成學習者呢種疲勞感或者係反感，都容易造成近視，而且呢個廣東話嘅就係口語字嘅文章，佢難寫，而且譬如話嘅或者係乜嘢嘅啲字都係用其他漢字加一個邊旁，佢就更加去難寫，更加佢會慢，就好難去讀。讀廣東話嘅書寫嘅語言已經係分到層，即係分層嘅現象。可能大家講廣東話，真係寫字或者打字都係用官話或者英文，反而係多咗，因為難寫，所以都造成咗使用本身嘅呢個流失，都令到想學廣東話嘅外國人咧，佢難去入門，因為佢要學睇，首先要學呢個文字，但係呢個文字係冇任何嘅規律嘅，就好難去入門。廣東話有好多呢種
地道嘅表達，根本就冇字可寫。啲冇字可寫嘅詞語咧，因為佢冇辦法產生呢啲後嘅呢啲書面記錄，就會面臨消失，就係導致廣東話文化嘅失傳。譬如話呢個字，譬如話靴下呢個靴點寫？個鉗字點寫？呢個脷，個身體部位個脷點寫？因為呢啲字佢可能係譬如話同泰文、南文先至係類似嘅字咧，佢本身係一個廣東一啲本土嘅字，佢可能有漢字，但係呢啲字可能未必依家收落到咗字典或者 Unicode 入面，所以根本就冇字可以打去寫。有頭先嘅幾種廣東話拼音咧，佢本身唔係一種文字，係太長，而且語拼音佢本身嘅文啱嘅普及率都係好高，主要係有語嘅愛好者使用緊。對唔識粵語同埋粵語字嘅人嚟講，粵語字本身係一種加碼嘅通訊，因為佢本身用咗呢種越南話嘅呢種拼寫，但係佢又有少少唔同，所以大家要用呢種普通嘅，譬如話 filtration 或者係呢種 filter，即係過濾就好難去過濾到入面嘅呢啲嘢咁樣，一啲審查就好難去工作咁樣。然後後邊喺呢個 alphabet 即係字母表字嘅表，即係大部分嘅呢個粵語字嘅字母同越南話嘅字母係完全相同嘅，大部分係，但係有少少部分係唔係嘅。譬如話呢個唔係嘅呢個就越南話就冇。有呢個國語字係分好多版本嘅，有通用版、廣州音版、台山話版，有呢啲欽州音話，但係唔同版本之間嘅呢種注寫係通用嘅。有每個版通用版本嘅呢個國語字，佢綜合咗粵語最原始、最古早嘅呢種發音嘅系統，所以每種語嘅口音都能夠去讀呢個版本嘅廣東話嘅粵語字嘅文章。通用版嘅粵語字係俾咗全體粵語使用者一種書面嘅通訊嘅方式，因為大家用唔同口音嘅人都可以去睇嘅話，咁落去可以咁樣，即係譬如話我講廣州音，你講台山音，但係我哋寫嘅文字都係一樣嘅，咁可以去通訊。然後呢個廣州類嘅廣東話個粵語係依家使用人數最多嘅用粵語口音嘅類型，然後呢個台山話係第二多嘅類型嘅口音使用粵語同廣州音嘅粵語嘅差異比較大。譬如話譬如話廣州或者係香港或者馬來西亞、越南呢啲廣東話都係做廣州類型嘅粵語，佢唔係台山話嘅呢種嘅粵語。有台山或係一啲海外，譬如話加州一啲地方嘅廣東人，佢可能講嘅係台山話呢種。由呢個喺通用版本嘅雲手表，即係佢大家去睇下，即係有啲字可能大家會唔認識，或者會有問題。譬如話呢個點解呢度有呢個呀同呢個呀有咩唔同？因為大家可能講廣州音或者呢種香港口音嘅人係多數嘅，所以可能會有呢個疑惑。因為呢個粵語嘅通用版本，佢係綜合咗大家古代或者最原始嘅呢種粵語嘅口音版本。呢個呀，呢個係呀，但係呢個係呀，用呀，呢個係呀，呢個係呢。喺廣州音入面呢種音係唔分別啦。如果喺譬如話廣西、南寧、欽州呢兩個音係唔同嘅，就係呀係呀，同埋呢個係沙，呢個係沙，呢個係沙，呢個係新，呢個係新，譬如話呢個係新，呢個係沙，呢個係叉，呢個都係叉。
一個係叉，一個係叉。但呢個叉如果係山話入面，佢就變成呢個他，呢個草就變成咗頭，因為喺台灣呢個車嘅音都會變成咗呢個特嘅音。有呢度都係呢個係渣，有呢個係渣，有渣。但係如果喺台山話入面呢個，譬如早，可能變成咗嘔，因為呢個啫嘅音依然係讀呢個的，變成咗呢個的嘅音，豆。但係呢個渣係渣，然後呢個巴我就揀咗 V 呢個字母。點解我唔揀 V 咧？唔揀 W 咧？因為呢個 V 呢個字母喺好多廣西好多地方都係用呢個 V 嘅呢個音，或者台山都係用呢個 V 嘅音。當然佢兩個字母都係可以去互相通用嘅，因為廣東話入面呢個 V 或者係呢個 V 嘅音其實係冇任何實質上嘅呢種本質嘅分別。有呢個係瓜，同埋呢個加，呢個係瓜同埋 QU 去表示，因為越南話都係成日呢個 QU 嘅，係瓜。有呢個係加，呢個加係點解係用呢個 C 咧？因為喺越南話如果呢個 C 後邊係 A、U 或者係 O 嘅話，佢就可以變成用呢個 C 去表示呢個歌嘅音，所以我都保留咗介紹過呢種變音變字母嘅呢種方式，即係你可以寫兩種都係得嘅。有呢個打嘅話，我就喺呢個的嘅上邊加咗一橫，就變成呢個打，係專門去表示呢個國語字入面嘅音同英文嘅呢個的去有分別。呢兩種音其實都係唔同嘅。有呢個特嘅話就加咗 H 去表示呢個係送氣嘅音。有呢個花咧，我就 H 即係 PH 喺英文都係讀呢個花，係咪？譬如話philosophy 或者係photo 都係 pho，呢個都係越南話嘅一種繼承落嚟嘅。有呢個係 per，即係我揀咗呢個字母 P 去表示，但係呢個比較求其。有呢個 b 就揀咗字母 B，因為同越南話係一樣嘅。有下一種係一個通版本嘅，呢個其實就同越南話係類似嘅。但係有啲要同大家講下，呢個收點解呢個係收同真係唔同？因為呢個收嘅音咧，佢喺廣州話入面都係讀收，但係如果係台山話，佢可能會讀，譬如話燒呢種燒，就變到呢個 U 嘅呢種音 U。有其他嘅咧，譬如話呢個鬼嘅音，我揀咗 UY 去表示。呢個水就用 UI，呢個係 UI，即係我嘅呢個方案入面咧，呢個字母 Y 就係表示呢個 A 嘅音，你或者係嚟俾就係 Y。那如果係 E 嘅音，譬如話呢啲就係用呢個 E，譬如話意思嘅 E 就係用呢個 I 去表示，英文字母 I 就係意思嘅 E。然後後邊咧，即係呢啲，即係譬如話呢度有呢種閃先，有葉，都係用 E 去表示呢個 E 嘅音。呢個係同越南字嘅呢種拼寫係類似嘅。但係如果你要去表示呢個先嘅話，譬如話你想講一個字，譬如話列，我要答列呢個列，因為佢唔係廣東話嘅本身嘅詞，佢係英文入面嘅詞，所以佢可以用呢個 IP 去表示咗，佢增加咗少少呢種唔同，去方便大家去辨識呢個詞嘅源頭咁樣。或者係你要寫 bit 呢個，譬如話 bit，你可以寫呢個 bit，而唔係寫呢個 biet。呢度有一個好，點解好 U 咧？因為喺廣州話入面，呢個好嘅音去變成到呢個同冇嘅音係一樣嘅。喺呢個 O 同呢個 U 係冇乜分別。但係如果喺台灣話入面就相反，呢個好好嘅好，佢同呢個嘲笑嘅嘲
係冇分別，但係呢個冇嘅音依然係呢個 U 嘅音，所以就當中會有一個位置咧，有一個音位就留俾呢個好或者係譬如話高用字，例如呢個 AU 表示，佢唔係 AO 都唔係其他，譬如話呢個 O。然後呢度我都增加咗少少嘅呢種唔規律嘅一啲規則，譬如話呢個爭就係個爭都係呢個嘅音，但係我用 NH 呢個正都係嘅音，但係我用呢個 NH，呢個英文嘅英都係 都係嘅音，但係我用咗呢個 NH，因為喺越南話入面佢先至係咁樣寫嘅，所以我就保留咗呢種越南話入面先至有呢種拼寫嘅方式，同埋咁樣寫嘅話，佢都佢容易分辨啲，因為呢個譬如話呢個爭就呢個爭，或者係呢三個N 同埋 in，佢同另外嘅呢個on 同埋 on 係唔一樣寫法嘅，佢就即係你睇呢個字幕嘅時候，有人就剪嘅個原因係又睇到後邊嘅呢個唔同，就爭分同埋呢個嘅責任嘅呢個 say 嘅即係 GH 加埋個 H，佢都係為咗貼近呢種安南話嘅呢種拼寫，亦都係增加咗呢種同即係每一個字之間嘅呢種同。呢個卷就係 YNH， 佢就同呢個英就增加咗唔同，你就會睇得出佢係應該係卷，而唔係譬如話其他嘅字。然後呢度呢個係會，呢個係會，即係又冇個 O 加 E 就係會，開會嘅會，都係有頭音嘅呢個會同呢個水係冇分別嘅。當然我最好都係會去表示會，然後用呢個 UR 去表示個水，OE 去表示呢個會，咁樣會好啲。當然撈亂呢兩個我都覺得唔好大，因為佢喺呢個壞嘅嗰度嚟講係一樣嘅。有呢個指嘅呢個 her 的，我睇呢個嘅呢個咧，我就用咗 UA，其實呢個就係呢個 UA 去表示，因為佢好似好接近有 U 嘅音咧。呢個譬如話如是或者呢個主人呢個就用 U 一個詞去表示。但係如果呢個譬如話呢個係語言嘅呢個語，或者係除咗嘅呢個去，佢哋嘅攞佢。如果你想即係要把呢個 UI 寫成呢個 U 都係得嘅，因為喺呢個層入面呢個佢同埋佢去同埋去居同埋居兩個係冇分別嘅，即係呢兩種拼寫音係冇分別，即係我都可以寫成呢個 U 加一撇去表示呢個 A 都係冇問題。呢種情況底下，因為我知呢個南寧嘅話廣東話亦都係用呢個講，譬如話居或者係去表示呢個居。咁宣傳嘅宣或者呢個雪落雪嘅雪咧，我就用 UA 去表示呢個語。點解要用唔同嘅呢種？因為呢個 UA 係台語或者係越南話入面佢用嚟表示呢個類似嘅發音嘅一個字母。雖然話佢哋唔呢個，但係佢嘅呢個音位自中古韓語嘅角度嚟講，佢係讀呢個發音。如果用呢個 UA 嚟表示喺呢個每個字當中嘅呢個 U 嘅音嘅話，佢就容易去，即係對於其他語言嘅學習者嚟講，就容易去讀。我呢個陽嘅呢個陽咧，我就用咗呢
腰屋，然後加兩個撇去表示，因為呢種係越南話同埋呢個藥食藥嘅呢個藥都係呢種方式，即係腰屋加兩個撇呢種形式去寫。有呢度地方就差唔多。然後呢度譬如話呢個得意嘅得，或者呢個增長嘅呢個增，呢個字係轉翻嚟嘅，呢個尖係轉翻嚟。點解咁？因為越南話咁寫，我就咁樣寫。如果你想寫成呢個尖喺向上都冇問題，因為佢冇本質上嘅呢種分別。即係廣東話入面呢兩種音係冇任何分嘅。有呢度係一個音調，即係佢有種音調嘅符，同埋有加埋入聲有9種音。譬如話呢個第一聲係呢個分，用廣州嘅呢種方式嘅音讀係分，係呢個分。譬如話廣州都有人講廣州，或者係即係譬如話呢個台山，咁你讀台山都係可以嘅咁樣。又係呢個粉，又係向上，譬如話呢個粉，又係跟住就係瞓係一中平嘅一個音，瞓低。第四聲係呢個瞓，係個低好低嘅一個音。佢有啲字呢個陽順係佢會低少少，粉，然後係呢個陽去，譬如一份，都係一個好低嘅音，然後都係呢個譬如話發，然後發財，恭喜發財，係發必烈嘅發，然後呢個係發，然後低音嘅，呢個同越南話嘅呢種，即係同越南都有呢種即係9聲6調嘅呢個系統。然後跟住嚟就係廣州音版本嘅，廣州音版本嘅就少咗好多種音啦，即係佢譬如呢個叉就用個 X 去表示，但係佢就冇咗呢個 TR 嘅呢個音 TR，因為佢廣州話入面係唔分呢兩種，譬如話呢個心同沙嘅呢個沙都係一樣嘅呢個 S，呢個呀嘅呢個都係 Y，冇呢個呀呢種呀一，佢冇呢種呀一，得到呀一，或者係呢種組同埋渣都係呢個渣，冇人去讀呢個島或者係組。當然如果讀組嘅話，同呢個渣都係冇任何分別嘅。其他規則就完全一樣。然後下邊就係呢個聲母表，唔好意思，韻符表。再入邊呢個譬如話呢個周同埋收，佢就冇分，即係佢都係讀呢個譬如話呢個流，好似唔好，即係譬如話呢個走路嘅走同埋呢個收。如果喺音州台山話入面，可能係呢個係個島，另外一個係一個係招或者係燒，呢個係招，呢個係燒，但係走路走就變成咗斗。佢呢個廣州話就唔分，或者呢個好同冇都係用呢個 O 去表示。即係廣州話係比呢個通用版本係少咗一啲音嘅，通用版係多啲音，廣州話嘅版本係少啲音嘅。音調咧就上面就已經講咗，有下邊係呢個台山話，台山話咧就人手表就佢分呢種，譬如話呢個渣同埋走，呢個係叉，
叉同埋呢個頭同埋呢個沙同埋呢個生，但係佢嘅呢個壓力就變成咗呢種，即係有啲字喺度呢個譬如話食魚嘅魚就變成咗會吃會，或者係魚翅嘅魚都係讀呢個會，佢就冇呢家嘅呢個音，同埋佢嘅呢個打嘅音咗就唔使寫。呢個其他嘅他就變成咗呢個哈，同哈係變成咗一個音咁樣。其他嘅話咧就冇好大分別。其實台山音入面冇呢個巴同埋呢個跨嘅音嘅，其實係冇嘅。我呢度寫多咗。有呢邊係韻符，呢啲韻符咧就少好多。譬如話呢個睇下呢個 C 同埋呢個英就變成咗一個音，個正同埋陽嘅一個類似音呢種音，正陽呢種音，同埋呢個食同埋結果嘅結咧都冇分別，所以我就揀咗一個字母去表示呢兩個本嚟係唔同嘅音。呢個分寸嘅寸，呢個分寸輪迴喺廣州音係完全唔同嘅音。佢就變成咗一個 un 呢種音，我就揀到呢個 un 去表示。我哋呢個調同埋要，即係譬如話呢個係調，呢個係調，呢個係要，但佢喺台山話入面都係一種音，所以就我揀咗一個字去表示。就前邊譬如話呢個係調，呢個係要就唔同。又譬如話呢度嘅呢個會，我都依然係保留咗呢種 UY 嘅拼寫咧。如果你要想去寫呢個 UI，我都覺得冇好大問題。我覺得寫 UI 會好啲，因為寫 UI 嘅話，你先至去同嘅呢啲字去分辨。所以你想寫呢個會嘅話，我就建議寫呢個喂嘅話，就寫呢個 UI。或者寫 VI 其實都冇問題，VI 同 UI 都係一樣嘅。即係如果佢前面冇嘢就寫 VI，如果有嘢嘅話就可以寫呢個 UI。或者冇嘢其實都可以寫 U，即係冇雲手都可以寫 UI 咁樣。同埋呢個 O 呢個 W，佢喺入面係冇分別嘅，我都用一個字母去表示，因為佢唔係真正有分別嘅呢個字母。譬如話一個字母佢前面係冇嘢嘅，咁我就可能會揀即係都會揀呢個 O，呢個可能係 O，有單獨係 O，另外係 W，但係其實係冇本質上嘅呢種分別嘅。或者呢個 hair 同呢個 hair 都係讀 hair。然後呢個係欽州音，佢同廣州音係好類似嘅，除咗呢個沙同呢個生、丫同埋呢個丫以外，都係一樣嘅。呢度都係韻符都係一樣，譬如話呢個，除咗呢邊好似個 E 同埋 U 同埋 A 係唔分嘅，EU 同埋 A 佢係都喺度 E，呢個水同埋會喺度會，呢兩即係其他好似都差唔多。呢個扁我變成咗呢個餅，當然呢個係佢嘅一種發音嘅呢種方式，佢變成呢種發音嘅方式。有呢個係南寧口音，南寧口音都係差唔多，都係冇同頭先呢個欽州話係一樣，好似即係一樣，都係呢啲係呀，但係佢呢種兒母就多咗兒母同埋人母。點解叫做兒母嘅？因為廣東話以前嘅懷疑嘅疑，佢喺度懷疑，然後變成咗懷疑，同埋一個日本嘅呢個日字嘅日，都係呢個日本
日本或日子變成咗呢種日子。有呢個係欽州話嘅橫幅嘅表，因為佢同前邊呢個都冇好大嘅呢種分別。同呢個唔好意思，呢個係南寧口音，呢個南寧口音嘅都同前邊個好大分別。因為譬如話你睇呢個，佢除呢個於，即係佢呢個居變咗居，語言嘅呢個語，佢依然係好似係依，呢個去變成咗去，有呢個變化，以外其他係一樣，好似係同廣州音嘅呢種係類似嘅。呢個收變成咗都係呢個先。然後我今日就介紹到呢度，即係呢個係點樣去寫個語字，佢點樣去拼寫？譬如話你要首先去寫一個橫幅、橫幅、橫手、橫傳出嚟，然後加埋呢個音調。就譬如你要首先寫一個，例如話呢個略，然後加一個 ng，然後最尾加一個波浪線去表示佢喺度一個兩一個陽上陽亮嘅音。然後下邊咧就係我下次會講呢個點樣去分析去分辨呢啲字。譬如話呢啲係譬如話國家，有呢個係國，有下邊一個係國，呢個係攰，因為佢嘅嘴唇嘅形狀係一個咕嘅音，一個係咕嘅音，同時你發呢個歌嘅音，所以係咕，就係一個 QU，但係呢個係句，就嘴唇嘅形狀就冇咁似烏，所以就變成呢句。有呢個係佢嘅佢，呢個係佢哋嘅佢，呢個就其實係通過呢個音去做個分別，即係佢雖然話嘴唇嘅形狀係唔同嘅，但係佢嘅音調係都係唔同，所以佢依然都係兩個可以分辨到嘅字。有呢個係可以嘅可，呢個係好好嘅好。有呢個係發來嘅花，後邊個係發前嘅呢個發。佢有音嘅長短，同埋一個音調係唔同，即係一個發財嘅發，都係一個中高嘅音，呢個發前嘅發係一個好低沉嘅個音。然後我就首先講到呢度，就下次繼續講。